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10节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10节。好啊，本圣经伫258页，其他的咱看音幕。第7节，佮因为这个启示的极大，免得我过头，伊互我肉体内有刺，就来拍我，免得我过头自高。为着安尼，我3摆求主，互迄个离开我。第9节，伊甲我讲：有我的恩，你就够也。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，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这的软弱，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。所以我为着基督，掠这的软弱、欠缺、困着、困迫，最欢喜。因为我软弱的时，反倒有气力。以上，这是讲道要请本堂老团队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：现今活伫将来的胜利中。现今活伫将来的胜利中。兄弟姊妹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气力，佮对厝的行到这个所在，咱就是决定要来学乐敬拜这位听咱的主。兄弟姊妹，咱有气力吗？有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软弱吗？是，所以就较细声，因为无法度讲话呀。咱胜利吗？有人想要胜利，有人总是敢有可能？有可能，今仔日上帝要来启示伊家己的话，互咱有愿望，互咱伫活伫胜利，这个胜利是属伫主的，而且咱要伫个内面有快乐甲喜乐，咱三甲来祈祷。请阮的阿爸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主，你听阮，互阮工作有时，休困有时，互阮伫四季中，你也互阮有一个端午节。主，这个节期四季是主你所想做，阮感谢你，伫这个定时中，主你也有你要互阮，你定着会听甲祝福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也互阮有根有基。就是伫你的话语中间，阮搁一遍要来领受。主，阮真正真济时阵袂当明白。主总是你讲，你要听阮，只要阮信靠你。阮这个事袂明白，总是阮会当挖靠你，阮就挖出迄个袂明白的喜乐，因为有主你派阮的行，阮行袂落去。主啊，你就抱阮。阮感谢你，今仔日会在组织阮伫遮。你知你正经你这个时内心上需要的，主你要来安慰，主你要来扶持，主你要来医治，主你要来讨棒属天的能力伫阮的中间。主恳求你启示你的话语，互阮阁有勇气。愿意去行出来，恳求主信心，即时伫阮中间。愿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一个老母为着伊的囝儿来祈祷15年久，无一天停止，甚至照3顿来祈祷，若食宵夜嘛祈祷，总是一直无得到上帝的回应。因为伊这个囡仔10几岁，伊就放纵私欲，甲人生一个囝，无要甲人结婚，这号做啥？你号做啥？私生子。啊哥，伊真巧，真少岁，伊就足有才华的，甚至伊还阁写真济一个辩论的册，修辞要安怎讲话？阮也咧学讲道学的人，拢爱读伊的册。伊真敖，总是伊伫个迄罪恶中间。有一遍，因为妈妈伊知影，伊的囡仔想要去罗马。迄阵罗马是伫罪恶中，
妈妈更较烦恼啊！规暝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主动，毋好互我囡仔迄个上船，你毋好互我囡仔去罗马，因为迄个所在，我的囡仔会更较沉沦啊！主啊，恳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暗时规暝拢无困。上帝有听伊的祈祷无？有听伊的祈祷无？有啊无？上帝听了，总是无照伊所求的，因为伊的囡仔偷偷趁因妈妈咧祈祷的时阵，走去坐船，出航去了。当伊妈妈祈祷煞起来，啊，囡仔无去啊，较紧的录家讲话的时阵，火车已经嘟，伊的囡仔徛伫即个甲板上，啊，我得到自由啊！我的妈妈无法度搁互我的妈妈无法度搁控制我。啊，我读到这的时阵讲主啊，我敢定定咧控制我的囡仔嘛？我用祈祷咧控制我的囡仔嘛？我用我的祈祷咧控制我上爱的人嘛？主啊，主，我嘛用祈祷咧控制你嘛？3年前的即嘛，6月底，阮要受派的时阵，拢有5天受训练，要成做传道师。第3天暗时的时阵，阮有太泽礼拜，阮有2个少年的，伫个太泽礼拜中看到4字，面色青顺顺。迄天阴暗，毋敢困，甲即个妈妈同款，规暝通宵祈祷。答4字，咱敢知？答4字，毋是金门甲妈祖，嘉南教会。第5天8点公布，嘉南教会青年团到，大家来听。恁知影结果嘛？答3字。哎呀，厉害啊！你知影无？当讲这3字出来的时阵，偌济人讲感谢主、阿罗主，听我的祈祷。安尼看起来可能传道无祈祷的款。迄暗困去吗？毋是。今仔日上帝要甲咱讲。咱祈祷的时阵，毋是用祈祷来控制上帝哈，咱要来祈祷中间，要来学习。这个妈妈的祈祷看起来，上帝拒绝这个迫切祈祷，这个妈妈的困境。伫咱经文中间，保罗伊问啊，共款，伊为着一支刺，伊身躯一个刺，恳求上帝甲伊提去，因为实在是真艰苦。伫个圣经中，真侪圣经学者开始要来研究这个刺，讲有可能是伊目睭无好。咱拄啊加勒泰传道有讲，加勒泰的批伊字写甲足大字的啦，亲身写，可见伊可能目睭无好，所以有可能是伊目睭无好，一支刺啊无好，目睭无好，就无法度做真侪代志。嘛有人讲，有可能是游行。安怎讲？伫加勒泰第4章，咱可能明仔载咱家己读落读着。这段经文，伊讲迄个时阵啊，伊受试探，人看轻伊。伫个即个经文，一个古早，咱古早迄个时代，因的一个习惯，就是人啊看轻伊甲配喙烂，毋是看轻尔，是要驱魔。所以有人就讲，伊可能伊即个刺可能就是游行，因为游行的人迄阵啊会解释讲，或做一个有魔鬼伫伊身上。嘛有人讲伊可能是阿玛利亚，吼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迄阵啊，按照历史去看，迄阵啊地中海迄阵流行一种病，咧发作的时阵，就亲像就亲像热热的铁，插伫即个头壳内面，所以伊感觉真艰苦。因为伫个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，大家去想讲，有可能是即个。嘛有可能是伊被迫害、拍的伤。伫咱今仔读经文的头前11章，就讲伊若通夸口的，就是讲伊为着主耶稣的缘故，伊受到遮尔济
互人鞭拍，互人困住。实在讲起来，传道要讲这是要创啥？就是讲咱的属灵的前辈，伊这支刺真艰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你身躯上嘛有一支刺，这支刺嘛真艰苦。保罗，咱的属灵前辈，伊所忍受的这个刺，上帝无互伊提起，无因为伊性欲一半以上拢是伊写的，无因为安尼就甲伊的刺提起。最主要是要爱互伊知影，毋通骄傲，互伊知影伫听中间来追求这位上帝。伫因两者中间，上帝恩有够也恩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的刺一定嘛，互咱真疼。伫真实的中间，可能是人际关系；伫家庭中间，伫咱的身躯上有缺陷；伫咱个性上有即个无够野的所在；伫婚姻上、伫感情上、伫事业上，咱拢有一支刺，互咱毋管安怎去顶当着，就感觉真痛苦、真疼，影响咱的生活，影响咱的服侍，影响咱对上帝的信心。这支刺，咱要安怎？今仔经文讲，这支刺，上帝要咱透过祈祷，互这支刺真做咱生命中的能力甲快乐。这支刺要咱生活中真做一个祝福。这支刺毋是问题，这支刺毋是咱生活中，咱一直祈祷，上帝一直无应允，敢若上帝你无听见。这支刺是敢若咱的问题，这支刺敢若咱教会的问题，这支刺敢若咱社会的问题，咱后一代咱的囡仔，因所要面对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咱老的时阵要面对的问题，互咱想到心就白白。这支刺毋是问题，咱伫上帝信心，上帝互咱信心，看的毋是问题，看的是上帝应允，上帝应允是一定会应验。阿们吗？阿们。上帝伫咱中间，咱要来祈祷，透过祈祷中，虽然这支刺互咱软正，总是上帝要透过祈祷中来回应咱。上帝知可能不是同意咱，不是同意我们，但是上帝会回应我们。咱定定这个拜拜五，咱有见证会，咧祈祷会时阵，咱会听到真侪人来见证上帝讲，我祈祷的上帝拢讲好，我就讲 yes， 我要感谢俄罗上帝。总是你敢若毋捌听到讲来见证讲上帝讲无好的，我知。咱的生活中，足侪时阵，咱祈祷上帝回应是不好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不是讲不好，上帝讲什么？更好的要应允给我们，都有一个好字。神不是用不好，神用更好的来应允我们。神应许给我们的祷告，或许有的时候是时候未到，时阵还没到。所以，咱伫听候中间，咱就来到上帝面前，讲主啊，当你毋是讲好的时阵，主我要安那？我真正真痛苦。主啊，我咧等你呢，就亲像这个妈妈同款祈祷15年，拢无停止，总是上帝搁伫个，伊要去罗马的时阵，上帝嘛无听伊的祈祷。上帝敢是无听伊吗？毋是，是上帝用更较好的要来，互伊所听的囝儿。咱就来祈祷中，咱就爱来想上帝的心意。咱常常伫祈祷中，咱会想讲：主啊，你叫我，主恳求你听我的祈祷，叫我讲的安尼好无？主啊，我真软正。主啊，恳求你一定爱来祝福我。主啊，我的囡仔要去罗马，拜托的啊，你莫互伊去，你若互伊去啊，主你知无？伊都袂阁转来啊啦。你会当想想，咱拄则讲的迄个15年为伊祈祷的迄妈妈，伊伫海岸，伊安怎祈祷？
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风啊转啊，互迄个船转啊，互迄个船转向啊！主，你敢毋是迄个加利利行伫海面上迄位吗？敢你无法度甲我的囡仔带转来吗？主，你敢毋知？伊这一去都袂回头啊！听起来，这个妈妈的祈祷咧教主啊！听起来，这个妈妈的祈祷咧吩咐主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的祈祷，若毋是咱的心意来变化，甲主一样，咱就是甲主相争啊！咱若甲主相争，咱敢会赢？主若是疼咱，袂互咱赢，因为伊有搁较好的，咱的性命的，对咱性命有帮助的，对咱将来迄个绵羊有帮助的，伊绝对袂互咱赢，因为伊歹爱咱心意来改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伫咧痛苦中？这个妈妈15年祈祷，最后结果是安那？有好的结果。这个囡仔就是奥古斯丁。奥古斯丁是伫咧历史中写真侪对人类有帮助的册，圣学嘛同款。总是伊伫罗马迄个城，罪恶的城，上帝大权能，互伊打败，转换，互伊的心来主。真奇妙的上帝！上帝当初无听即个伊的妈妈莫妮卡伫咧遐祈祷，上帝确实互伊要成就伊久长以来所求的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伊知安那才是对咱好。3年前，看起来是上帝听我遐同学祈祷，毋通欺骗因来嘉南教会。嘉南教会其实是足好的，对无？嘉南教会是受祝福的教会，对无？阿免！你看传道这3年有受祝福无？若毋是3年前，上帝知即马今仔日，即马今仔日安那？无人想到今仔日咱无主任无输，是毋是？无人想到今仔日连苦无输无伫的。无输无要紧啊，因为咱有上大的牧者。阿免吗？传道来遮学习足济，特别是即中间我的囡仔转变。我的囡仔有一遍我要受派上尾，伊甲我讲：“妈妈，我要出去。”我讲：“你要去倒位遮尔晚？”伊讲：“我要出去就对，你放心。请问咱的心会当放心袂？”哇，迄牛嘛要甲牛哦，你知影无？咱的阿贤啊，咱的忠贤哥哈，咱的阿贤吼，摕一只椅啊，敢若顺境丢了，坐门口，手搁插呢，伊就无插。阮的阿贤的面你知影吼？毋捌看过啊吼。坐门口无要互伊出去，确实坐1点钟、5点钟，总是爱安那。啊，是啦嘿，足歹势，是啊是吼，恁袂调，想讲，迄伊咧房间，好，等伊拢静静，紧诶来便所一下。去便所出来的时阵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去啊。伊啊煞位，伊一看讲，嗨呀，安那水啊！伊哪录哪祈祷，主啊，你互我录会着伊40几岁查甫人，剩。伊用嘴来祈祷上帝，无毋对，总是录袂着，录甲一个晕，录甲看到伊人，结果知影对这因去，总是毋知伊去倒位啊啦。咱转来就是祈祷啊，你知无？我的囡仔出去转来的时阵是安那？正手这个所在，去用砍伤，差0.1就见骨头啊啦。请问，咱我都学了上帝祈祷，上帝讲主啊，你哪会？我拢祈祷讲莫互伊出去，结果你互伊出去，好，互伊出去，你嘛家己保守，结果安那？
流血流急诊，迄阵咱要哪祈祷？主啊，我知，即马我要活伫你未来的胜利中，因为即个囡仔是属于你的，你比我搁较疼伊，主你袂害伊啊！感谢上帝，是尾啊，阮才知，就是1年前，阮才知，伊手好佳实在，啊袂，伊要砍手就去用，啊手正手你知道？哇，他还啊，手袂当砍人，手没有办法去伤害别人，感谢主，是不是？阿门。而且正手会当证明。伊无去伤害任何一人，较紧去病院啦。所以上帝听咱，伊知伫将来内面，咱要是得胜的。现在咱已经知影结局啊，对无？你所烦恼的兄弟姊妹，你即马所烦恼，你即马一直撇切祈祷的，上帝有得胜啊未？有啊。所以结局咱已经知影，咱只要尽心做咱人做的做，结局。交予咱这位上帝，因为伊要按照伊的心意，要成咱所求的，而且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，咱咧代祷，咱为咱的厝的人来代祷。咱咧祈祷会的时阵，有的人甲我讲团队祈祷会，我实在坐袂牢，就有一个少年的，伊有迄个注意力不集中。我讲安尼好无？你若咧祈祷时，你爱想，咱所祈祷这个人，上帝对伊有啥物感觉？上帝是毋是比咱更较烦恼？上帝是毋是比咱更较疼伊？上帝对伊有计划无？伊是一个安怎的上帝？上帝有要气杀伊，无要关心伊无？无。所以阮一个青年吼，拜六、拜五，真正来祈祷会安尼。感谢上帝，迄天伊领主祷告煞，伊做见证讲。啊！伫 FB 伊写，伊讲伊本来毋敢来参加祈祷会，头一遍，伊讲伊坐袂牢啊。结果伊迄天对几点来坐？暗暝9点一直坐到11点外。伊伫遐领受，因为伊为着伊家己一个至亲祈祷，伊领受上帝遐来的应允。祈祷会煞，伊更较有气力，因为当咱咧祈祷的时阵，刚好咱甲即个。咱的心集中伫上帝的身上，咱才开始来开喙。安尼，咱来祈祷的时阵，咱的心意就会比上帝来更新。安尼，咱就袂甲上帝相争啊，咱就会对上帝的心意来求。咱就爱来对上帝眼光来祈祷。是啥物人要拯救咱所关心的人？迄个脱离迄个死亡。上帝做这项代志，伊的目的是啥物啊？是之罪，将咱的名，咱所关心的人的名，放伫这个生命册内面啊。团队来遮参加头一遍，一个领主祷告的时阵，拜五，有一个姊妹一直为伊的父母祈祷，但是伊的父母，迄阵啊看起来是无可能啊，无可能信主。1年前有可能信主无？也无可能。半年前有可能信主无？也无可能，总是当个月咱去引导，为伊的父母洗礼，啊，搁伫引导那做性别礼拜。感谢上帝，咱所关心这个人，伊的名要写伫生命册内面，咱不断祈祷到主的面前，毋是讲主啊，你都爱，你都爱，你都爱，有啦，上帝早就想要甲伊。生命册写在内面，总是你咧祈祷的时阵，爱一小可到主的面前，眼光对主的心意讲：主啊，我的爸爸妈妈要得救，啊，我言行举止，啊，毋着爱打妈妈的心一下，是嘛吼？爱有智慧啊！我的爸爸妈妈什么时阵啊需要主你的听，我调整我家己，我是毋是爱安怎做？咱对国家祈祷嘛是共款啊。咱的社会，咱感觉真无忙。咱到主的面前，咱讲主啊，你无安那，你无气杀台湾。咱要为咱的下一代来祈祷时，主我会当做啥物？虽然咱无法度替别人认罪，
总是主，我若伫即项代志无到你的标准的，恳求你启示我，我要安怎调整我的心思意念，甲主你一样，我就来调整我的行动跟脚步。即个姊妹伊做一个见证，我足感动，伊讲会使讲。伊的爸爸妈妈伫差不多过年前拢一直带伊，无可能信主的，总是有一天伊妈妈讲，甲因爸爸讲，无咱来信主好无？带查某囝来信好无？因为伊的身躯愈来愈烂，伊开始想到伊爱面对人生上尾一日。伊的查某囝听讲，咱若要死亡了后，有愿望，有永生的愿望，咱就爱来信耶稣基督。伊的爸爸妈妈尾仔讲，搁观察看卖啊啦，你知无？上帝就一项一项。因的活落来的时阵，因为伊需要活落，来一段时间，因感觉即个活落无适合。伊的查某囝讲：妈妈，咱来祈祷。敢通阮若还袂洗礼，敢通祈祷？通，你若相信，敢来祈祷，上帝要来，互你知，伊是个真够活的上帝。因暗时祈祷，祈祷好，过2天透早，伊的活落讲：老板娘，我们我想要回去，不想做了耶。Yes， 咱也甲死，咱拢爱过安那，就麻烦真济啊。搁一项，伫要洗礼之前，已经伊决志要洗礼啊。嘛，愈来身体愈来愈好哦。本来爱6礼拜住院，尾啊4礼拜，医生讲：喂，哇！你哪会好遮急？会使转去，会使转去。阮去的时阵，拢倒喺眠床，无法度起来。因爸爸咧眠床，就倒的无法度起来，就忙整理。哇，当害啊！伊的存折哪会2本？伊住院期间，毋知去放喺倒，煞放去，你知哦？重要文件煞放去。哇，当要安那？伊查某囝讲无，当时我来办啦。好，无咱来祈祷，咱来办就好。免烦恼，心平安。迄天要去办的，迄天早起是因为前几天，伊的查某囝无用去办。迄天的早起是，伊拢还搁咧困，6点，叮咚，什么人啊？透早，遮尔早去楼骹开门，伊的面前就2本存折，什么人摕来？伊有看卖？邮差，赞啦！资源回收的，比邮差搁较神。存折内面无写地址吧？是无？因爸爸甲迄看报纸夹伫报纸内面。即位是国真国活的上帝，就来见证这位上帝。所以咱来为咱要，互咱的厝的人受洗，咱来祈祷，为伊的名祈祷。咱来谦卑伫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主权伫你，你来启示我倒位做了无好，我倒位应该爱调整我。恳求你，互我的心意来变换，互我下伫主你的心意。咱斗阵来，互我厝的人来信主。是啥物人享受这信心来保守咱，互咱成做伊的家里？是这位上帝，这位上帝伊无停止为咱来祈祷，咱有通是会袂记得对无？总是伊无停止。伊继续为咱祈祷，咱免烦恼，因为伊应允咱。伫当初伫咱的心所动的迄个好的工，迄个激动，迄个心内，迄个感动，上帝要来，互即个感动成啥物代志？要成做上帝所喜爱的。伫迄日就是即句，讲我深信对头最好的工的，伫恁的要成伊，要伫耶稣基督迄日。主要成一切，所以咱爱伫上帝面前，搁一遍来祈祷。讲主啊，我愿意将我的代志仰望你。总是主，莫我甲你逐遐落打扯啦。你要互我搁较好的，我就家己讲，主啊，你就照我这，莫教上帝敢好？咱来上帝讲主权互你。那安尼，上帝要咱伫咱中间，咱照伊所教咱的，咱就要爱得到伊所予咱的免娘。即个免娘有啥物？即马就有哦，毋免甲将来，即马就有。
有性命的一个免流。咱来读这句敢好？哈，请拄着试来领受的人有福气，因为既然经过试炼，伊要得到活命的免流，就是主所应允，互听伊的人的。感谢上帝，伊也要搁互咱一个免流，这个免流是公义的免流，请已经征战好的征战，已经尽跑走的路站，已经守所信的道理，打了后有义的免流，互我避万的，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，使伫迄日要互我。毋但互我，也要互囝仔羡慕伊显现的人。公义就是主的标准。有一间教会，因咧有旧教会的时阵，有一个姊妹为因来奉献300万，总是伊要开始要找地。因家己有偌济钱，1/3也偌济，100加300，所以有几万？400，因就去买一块地。真正买一块地，总是几年了后发现，迄块地无够水，因为安尼无够完整，所以因就祈祷讲阮是毋是爱过来换一块地啦？哦，几年了后，真正看到一块地，而且迄块地要卖偌济？要偌济？有人听到，可能捌一间教会，400万，有够钱无？有啊！因就讲。小慧就决定，拄啊好换过来，而且伊搁伫个较路边，伫个一个区公所正对面啦，吼。安尼恁约到倒一间啊，吼。这牧师心内是真艰苦，是安那？伊感觉对这个奉献300万的姊妹，心内足艰苦。几啊年前奉献300万。去买迄第400万，已经几偌年啊？有利息无？连利息都无，共款搁400，搁去买400，伊心内真艰苦，总是伊祈祷。小会员嘛祈祷嘛，是嘛？咱的小会员拢认真为一个牧者未来主任牧师咧祈祷，总是这个主任牧师感觉讲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得正。所以当伊要去签约的时阵。就要共买啊，伊也先卖嘛，无钱啊。遐尼拄好，有人要买啦，好400万，要来签约的时阵，叮，迄个电话叮，已经要签落去啊，无出去听电话。中华的迄个类似敢若财务迄种长老敲电话来。讲某咪牧师啊，你最近好无？要甲你讲一项代志安尼啦吼。这个牧师讲我拄啊好有代志，因为阮即马吼要卖一块地啦吼，即马拄啊要签名，无敢好，我等下再敲互你安尼吼。这个长老吼，伊是伫个即个会计方面，账务方面吼，甲税捐处因遐较有接触。讲牧师，你袂使卖哦，人拢来袂使卖，阮要买迄块地，安尼要安那？伊讲有一个办法，按照一个财团法人的规定咱才有5个人伫个遮吼，专门的专业的我毋是专业，我是专门我是听这个牧师见证但是有一个方法，你只要卖边卖边原来买较悬，你就会使，无经过开会，你就卖安尼啦。安尼了解意思，袂使。你原来买400，你即马搁要安那卖400，就拍贱卖嘛，财团法人有即个规定安尼。即个牧师讲，上帝回应我的祈祷，好，伊就去听电话转来，迄落气势拢无共啊。是安尼，按照阮的法规，财团法律这政府的法规我实在袂使卖，哇，迄个中介卖主讲谁袂使卖？因为规定安尼，阮袂使卖甲迄当初共款钱安尼。好，无恁爱卖偌济，即马才使决定，即马才使卖，要卖偌济？兄弟姊妹要卖偌济？有人讲偌济？要卖偌济？本来迄块地要卖人400，即马要卖偌济？加100敢好？
啊，加150敢好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咧画介绍哈？咱咧卖菜吗？咱是咧卖上帝教会财产哦。这个牧师讲，安尼，我今仔日读经节，吼，啊个我今仔唱歌，一首歌一直伫我内面，吼，我实个数字是安尼，780几啦，差几要几倍啊？上帝的祝福是双倍啊！对方敢要买？敢买？安尼恁敢若无啥专业哦。头啊，这批人去要买400，今晚要出这个门边780几万，哈？结果迄个人有买无？好买，当场决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知影讲咱会吃亏袂？生理人伊知即个地不值得，拿400万啦，是毋是？但是咱知无？但上帝知无？阿免。这间教会今年已经献堂，咱嘛有份伫这间教会献堂。感谢主，上帝的意念远过咱人的意念，所以咱的祈祷中为着主任牧师，咱嘛安尼来祈祷敢好？等下咱的祈祷哦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主你的眼光，毋是我的眼光。好，主就要互咱这绵羊，好嘛有荣耀的绵羊。咱来读这个经节敢好？请。所以时未到，恁无得批评什么，听候主教，伊要用光照伫黑暗，才会稳密的事，显明才会心内的计谋。迄时，逐人要对上帝得到伊的福乐。这个荣耀免流是属于上帝的，敢是？所以，这个总结伫迄个所在，拢流传一句话：哎呀，这间教会牧师足高啊呐，足高谈判的啦。啊，你去的时阵400出来变卖700几万，对不800？这个荣耀像谁的？这上帝的荣耀，毋是人，敢好？吼，咱啊，千万伫咱祈祷中间，咱就谦卑，主权交互主。咱毋通祈祷，毋是毋通祈祷哈，读落去哦，才无斗阵哦。咱毋通祈祷，上帝正做咱的奴仆啦。主啊，我要这，你照我这就对啊啦，我搁奉主你的名呢。兄弟姊妹。上帝若听咱，一定互咱失望，因为伊听咱。咱是爱来祈祷顺服主，讲主啊，我愿意成做你的奴仆，因为你要成就的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主啊，我们来祈祷，不断来祈祷，因为阮还未当阮的想法甲你一样啊，所以主你还未成就啊。主恳求你帮助阮，即马今仔日。就要活伫将来的胜利中，咱每做每一项代志，咱就感觉咱的活力是无共款的，因为主伊的应允是大的。来，咱来信靠，来受这个恩，咱要伫咱的两者中间，认捌主的主权，领受伊的亏难。主要祝福咱，因为伊听咱，知影咱所求的。伊感觉还阁无满意啊！伊要互咱搁较好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敢好传道来邀请你，即马安静伫主的面前，主知你的软正。沉沦、烦恼、惊吓、痛痛，甚至灾难，咱犯罪得罪主的事，主深深知影咱，而且伊要来帮助咱，伊阁有即个能力，伊是全能的。
敢好咱将咱心内所忧伤、所烦恼的，放伫主的面前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深深知你的囝儿即时心内所祈祷的，摆列伫你面前的。主啊，你应允阮，毋通伤济外在环境遮个问题。主啊，阮要注心伫你的应允。主，你应允阮讲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将我们所要告诉你。主，阮应该爱无挂虑，将每一项代志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感谢、祈祷、祈求主。主，你要爱甲阮讲，要爱互阮有信心。主啊，你知阮为着阮厝里人、阮的工作、阮得意的代志、阮感情的方面，主，阮甚至是对教会的服侍，主，搁阮家己的身躯，主，即支刺，互阮感觉真疼。但主，你是疼痛的上帝，因为你家己伫十字架顶，你嘛经过即个疼。总是主，你有大权能，你已经赢过遮个了。主，信靠你的，主，你要保守看顾。人生四季，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，主，阮知即马是冬天就过去，春天来了。主，阮要挖靠你，挖出主你互阮的祝福。阮要来挖靠你，不断无停止来祈祷。而且阮的祈祷中，主，阮要来讲主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主，阮的家庭，阮的教会要行伫主你将来胜利中，互阮有满心的喜乐，甲主你遐来丰盛的祝福。主，阮安尼恳求，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阮要安尼来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愿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市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